搁当来看这台南市中西区呢，昨下晡的时阵是发生这路面凹坑的事件。工务局本地伫昨暗已经甲补好势，结果呢，今仔日又搁凹一坑去，甚至有大货车嘛安尼载落。其实这单呢，伫2冬以来上无已经有4届拢是这路面凹落的事件。工务局是表示讲，目前要搁咧调查原因。 对咧，徛个骹步，因哪行哪去，这当咧修补的路边，即阵伊想起昨昏，也是心惊惊。但是五惠街往西门路路口，就伫这林家厝头前，向出现7公尺长、1.5公尺宽、将近2.5公尺深的凹坑，和附近民众拢带一条，赶紧报警。黎明昨打补好势尔，透早搁一台大货车载落去，住户讲连厝的土骹嘛出现壁损，嘛烦恼厝敢会受影响。砂石车开进来就。 走5掉下去了，就这样子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做生意了，然后现在又搞这一块。这拢有别啊！你无甲看，迄规个山，迄规个啊。 这件代志都发生伫20下晡2点外，这回嘛并不是头改。经过了解，这单2冬来发生上无4届路面凹落去的事件。准年3月是附近的建设工地施工，造成15公尺长、5公尺宽坑，甚至当时搁一台小货车落落去。那去年7月嘛有，就打屯线尔，到打游玩刚一段路，搁发生路基无稳，安全疑虑嘛引起关注。再拢爱装乌装屯啊，这该处理你也唔甲对，啊伊即摆。 落遮补遮，安尼就唔对啊！哈。公务局获报后，紧急协调厂商到场灌浆回填，以稳固路基，保护旁边民宅。至于坑洞发生原因，目前在调查厘清，找到原因后将尽速处理。 工务局回应，伫昨暝已经紧急调厂商来管红门头稳定地基，兼有参自来水公司甲其他管线单位会检查地下管线状况，搁进一步甲问题找出来。那在地居民是发声，要求爱加强巡查，确保附近住户甲沿路人的安全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